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。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？是的。陆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？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。陆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，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。沈笑呢？他在哪儿？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。花项羽跟霍飞说了什么？正是因为你对花项羽的情感，才会被陆丰利用。我跟花项羽说话的时候，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。不可能，我确定没有人跟陆丰接头。我的视线一直在陆丰和沈啸身上，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。没有人跟陆丰接头吗？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？绝对没有。陆丰跟花项羽就开始分头行动，我突然意识到花项羽有问题，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。这么说，陆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，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。是的，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。花项羽的确是陆丰针对我安排的。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，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。你继续听从陆丰的安排，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丰来说，那就是自投罗网。没有相当的把握，他不会贸然行动。整个计划严丝合缝，没有损失一兵一卒，就像囊中取物一般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。说明了什么？陆丰特瞒天过海，把你们都骗了。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，也不是花项羽。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，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，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遥测的上线。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。没有他的帮助，陆丰要找到牧羊人，那就是大海捞针。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，是陆丰行动计划的关键。现在可以肯定，陆丰之所以出现，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。对不起，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。我知道，这对于你来说很难。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，才能超越陆丰。任道远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，这二者之中，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青衣。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，
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，让他自己走出来。没想到今天输得这么丢人。如果早听你的，动手抓了陆枫，他可能就不会跑了。其实，在今天之前，我一直都在怀疑你。对不起。没事儿。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。我知道一点，你跟沈处长之间的恩怨，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？去哪儿？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，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。现在还能去哪儿？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？时间很紧，你了解陆枫，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。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。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枫和牧羊人，恐怕我……其实我跟陆枫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。我对他的了解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，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，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？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。多谢。我现在做的一切，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枫开枪而付出代价。我开过枪，也打中了他，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。这次不一样，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。你就直说，问题出在哪儿？陆枫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。咱们身边有内鬼。是你吧？开个玩笑。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，但我能确定，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。第9处查了我很久了，也在查我。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官手里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。其实这次闪官在布局抓陆枫和牧羊人的同时，已经在找内鬼了。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。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？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，他就在我们身边。你有怀疑对象吗？闪官。他怎么可能？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。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，如果我们能在第9处之前破坏这次会谈，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，我们就能绝处逢生。我不管闪官是不是青衣，只要我做事踏实，他就是。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。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？会谈肯定失败。
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进来。任主任，单处长命令立刻出发。去哪儿？什么行动？没说。穆局长，我们已经在幽山公馆了，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啊。已经安排好了。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。本来想回去复命，并汇报行动计划，但是不用回来汇报，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。这是头等大事。牧羊人现在安全吗？应该是安全的。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，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。是。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。听说了。听谁说的？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，好像没几个。没有内鬼，陆枫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，更别提救人了。关于这个内鬼，我给你提供点线索。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，之前他有一项任务，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。显然他成功了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帮了他的忙，或者说，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。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，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，所以，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。怎么样？有方向了吗？有了。我是嫌疑人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在调查你。调查是正常的，不调查就反常了。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。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，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。反之亦然。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，他根本不是陆枫的对手，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，我决定由你来负责。如果说你想讨好任道远那波人，你可以拒绝，但是你想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？如果让我负责，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。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。我一定把他找出来。好，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，明天上午10点，幽山公馆。情报来源可靠吗？情报的真实性，我完全可以负责。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。都停一下。
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。另外，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，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。霍队长，你对军统比较了解，给我做副手。是。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大家原地待命，随时准备出发。是。怎么了？穆西赫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。别人不问也就算了，穆西赫不问，问题就严重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更加小心。如果会谈顺利，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。以后你怎么打算？没什么打算，服从命令。我是说个人问题。在感情上，人不能为他人而活，要为自己活着。你呢？你在为谁而活？我也想知道你是为谁而活。你介意我跟陆夫单独聊聊吗？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到底为谁而活？你到底是谁？回答我。你想问我是怎么找到牧羊人的位置的？我不想骗你，但暂时不能告诉你。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？没有了。陆枫，我们走到今天，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，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，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要你亲口说。我是幽灵的人。之前呢？幽灵派去76号的卧底。还有其他身份吗？没有。繁星计划是怎么回事？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。我把名单代码交给穆西赫，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，清除闪官。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？名单上的人呢？除了闪官，其他人都被抓捕了。你确定？你什么意思？关于名单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？
陆枫，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，有的时候则相反。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，哪个你是假的。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，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？如果你怀疑我，你可以开枪。陆枫，我真的很累，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，为此我付出了一切，而你呢，就是不能坦诚相对。我会自己解开这个谜团。你是不是青衣？你是说闪官怀疑我是青衣？他瞒着你我，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。他说是对你的信任，你信吗？清者自清，我不需要解释。你可以拒绝。如果能够找出青衣，又能破坏会谈，为什么要拒绝？你认为闪官在给你机会？机会跟风险并存，大家心照不宣。闪官是由你来背黑锅的，你不可能有机会。即便如此，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。上官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？什么时间？地点在哪儿？主任，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，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，会被误认为是轻易。这是你的选择吗？我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如果有呢？比如会谈的时间、地点。可惜没有如果。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主任，静观其变，比做一个错误的选择更稳妥。
天听，我出去一趟。处长，离会谈还有几个小时，如果您不在，我怕。行动之前我会回来，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。那沈笑呢？还继续监视吗？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，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。盯紧了他。是。累了。真想洗个热水澡。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。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，算了，我上楼睡会儿。到出发时间我叫你。好。眼睛不许眨一下，给我盯死了。是。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，明天上午10点，游山公馆。是，明白，请校长放心，校长的计划奏效了，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。那这次会谈继续进行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。安全吗？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。很高兴你能回来。我回来是想问你，
陆枫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？他没告诉你吗？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。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？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，如果没有突发事件，名单不会更改，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。那陆枫呢？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，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。所以他是知道的。陆枫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。不可能，我相信他不知道。陆枫留在上海，是想杀你。也许吧，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。我了解陆枫，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，我比你更了解他。虽然你不想承认，但显而易见，陆枫他骗了你。不可能，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就是我在骗你。总之，你要选择了。陆枫不会骗我的。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，为什么不能骗你？名单泄露之后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。现在在这个名单上，只有我和陆枫还活着，这是为什么？姚策的死，你没有怀疑过？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，他就应该知道。陆枫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枫。陆枫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，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。如果真相大白，我怕你会受不了。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，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，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。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，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。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。在这方面，他真的是个天才，连我都欣赏他。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？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，不惜出卖组织，这样的人不该杀吗？我可以等你，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这次谈话之后，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。有人动了雷达，车上的不挂机。
是我，以后别他妈跟我开这种玩笑。出事了。通知闪处长，请他到会议室开会。请闪处长。处长不在，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打电话，现在！不用打了。处长，我在呢。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步话机跟外界联系，应该是青衣。当时没抓到，现在还能抓到吗？都回去休息吧。明天的会谈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放心，一切就绪。你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复兴屋了？确定。共产党打来的电话，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。您翻盘的机会来了。判官、陆丰、青衣，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回复你两人。做得干净一点，我不想惹麻烦。放心吧。任主任怎么还没到位？